係張澤霖，作品名叫《港味情懷》。缽仔糕，我用寫意水墨加彩繪嘅手法，畫出兩件香港街頭小食缽仔糕，粗黑線條勾勒出膏體圓潤形態，表面粒粒紅豆清晰可見，金黃底色襯托出煙韌香甜嘅質感。彩虹漸變背景充滿活力，加上紅色印章點綴，添上一份傳統味道。作品想帶出堅毅同簡樸嘅價值觀。舊時街邊小販憑堅毅精神養活屋企，缽仔糕材料簡單卻令人滿足，提醒我哋珍惜樸實生活，唔怕辛苦。食一件糕，感受上一代人嘅韌力同知足。多謝。